多謝大家選用 BOSS 嘅電器，依家為大家介紹翻BOSS 45厘米獨立式洗碗機嘅使用方法同注意事項。呢部洗碗機有6個清洗程序，設有自動開門控乾，有效將碗碟嘅水分向外排出，達到理想嘅控乾效果。洗碗機亦支援 Home Connect 遙距控制，俾用家隨時隨地控制同埋管理洗碗機。歐洲製造。接住落嚟係講解點樣啟動清洗程序。放好要清洗嘅碗碟同清潔用品後，關上機門。開着部洗碗機之後，選擇一個洗碗程序，有需要可以揀埋其他附加功能。最後撳 Start 就會開始入水洗碗架啦。接住落嚟係清洗程序嘅介紹。節能清洗攝氏50度洗程係最慳水同慳電嘅完整清洗程序，非常適合日常使用。當唔知用邊個洗程好嘅時候，可以揀自動感應清洗45至攝氏65度，呢個洗程會幫你判斷碗碟嘅污漬程度，自動選擇適合嘅水溫去洗。當碗碟非常污糟嘅時候，可以揀特強去污清洗攝氏70度。呢個洗程採用高達攝氏70度嘅水溫去清洗，更有效去除頑固嘅污漬㗎。1小時快速清洗攝氏65度係一個清洗時間相對較短嘅洗程，想更快完成清洗可以用呢個洗程。接近需要休息嘅時候，可以用夜間靜音清洗攝氏50度洗程。呢個洗程係清洗完成後自動關閉通知聲，咁就唔怕會被嘈醒啦。原廠設定嘅時候，星星鍵係預洗功能嚟。當碗碟比較污糟同乾身嘅時候，可以先用埋呢個功能，係洗碗前再增加多一個預洗程序，更有效清洗頑固污漬。我哋亦可以將一個常用嘅洗程儲存喺星星鍵度。首先選擇一個洗程，之後選擇所需嘅附加功能，最後撳住星星鍵3秒左右，就會自動儲存架啦。下一次需要時撳一下星星鍵就會自動套用呢個洗程。接住落嚟為大家介紹唔同嘅附加功能。用家可以設定一個啟動時間，最多可以延遲24小時之後啟動。運用時間加減鍵去設定時間，完成後撳 Start 就得。如果你想洗完碗之後洗碗機自動打開門散走濕氣，可以用呢個自動開門控乾功能。當遇到一啲非常頑固污漬嘅炒鑊同煲，可以加埋鍋具集中除污功能。再將鍋具放喺最下層嘅洗滌籃，位於下層嘅噴水臂會加強沖洗時嘅水溫同水壓，更有效清洗乾淨嗰啲非常頑固嘅污漬。如果想更快完成洗程，可以添加進階快速洗滌功能，最多可以縮短達70%嘅清洗時間㗎。記得最少1個月運行一次洗碗機護理程序，確保洗碗機時刻保持一個衛生同高效潔淨嘅狀態。接住落嚟為大家介紹洗碗機嘅注意及保養事項。1. 洗碗機出廠前會先進行入水測試，確保設備正常，所以機內可能存在水點痕跡，屬於正常現象。2. 洗碗機需要使用洗碗機專用嘅清潔用品，例如洗碗粉或者洗碗丸，千祈唔可以用普通嘅洗潔精。3. 碗碟嘅擺放應存有少量空間，確保有水流能夠經過以有效沖洗碗碟。4. 請定期檢查有否殘留物阻塞過濾器，建議最少3至4次洗程後檢查一次，確保過濾器暢通無阻。最後，再次多謝大家選用BOSS嘅電器。